唔好錯失佢哋喺即係腦部成長嘅階段嘅時候咧，等佢哋盡快得到一啲嘅即係訓練。皇后式嘅享受啊！呢次對小朋友成長固然之重要啦，我覺得最重要係家長嘅成長。呢班小朋友活潑好動，但係比起其他同齡學童，喺情緒表達同社交能力上相對會弱一啲。周睇嘅大仔小一嘅時候確診自閉症，情緒容易波動，會喊、尖叫同發脾氣。到小三嗰陣情況轉差，更加出現反台反凳嘅激烈行為，令到媽媽好擔心。情況越嚟越嚴重，就開始喺坊間要揾一啲課程，因為學校嘅 support 係唔足夠，我自己感覺。咁學校處理方法就係佢每一次有事就 calm down 佢嘅情緒，然後就無限 loop 啦，係啦，即係解決唔到，揾唔到個方向喺邊度，亦都揾唔到佢嘅問題。周太揾到 YMCA 佐敦會所開辦嘅 Project A 星星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支援計劃，透過感覺統合訓練、藝術工作坊，俾自閉學童表達、舒緩同調節個人情緒。短短半年間，佢睇到仔仔有明顯變化。參加 A 星星之後咧，我就覺得佢同朋友相處之間嘅方式係唔同咗嘅。譬如啱啱去過科學館咁樣啦，佢哋食飯咧，我接佢嘅時候，我都睇到其實佢中間有同小朋友有傾偈、有互動嘅，即係呢個係我比較 surprise，因為之前 Covid 嘅關係，佢真係少咗好多接觸小朋友嘅機會啊。咁然後今次呢個 course 係俾咗好多機會佢接觸，特別係可能大家都有接近或者相同啲嘅行為嘅時候，好似一塊鏡咁就反映到俾佢自己睇某一啲行為，即係臨尾個 course 後段嘅時候，佢都知道原來嗰個小朋友嘅行為，佢咁樣做呢，我真係好唔中意啊！咁我覺得佢好唔啱。咁然後我就話，其實你諗下呢啲行為，你平日喺學校就係你做緊嘅嘢咯。咁佢就突然間好似叮一聲，係喎，我諗呢個都係俾佢哋一個好重要嘅機會去學習咯。計劃支援基層自閉症譜系學童，以藝術治療、非言語方式，讓學童表達情感、分享內心世界。同時會舉辦家長工作坊，講解照顧同訓練仔女嘅技巧，舒緩呢一班照顧者家長嘅壓力。獲得2024年全會卓越服務獎勵計劃亞軍。細路仔嘅情緒亦直接影響媽媽嘅情緒，媽媽或者父母嘅情緒亦直接影響細路仔個反應。咁但係如果我哋有一班同路人，呢班家長大家互相一齊去分享佢哋面對嘅困難，或者咧分享佢哋即係管教上邊嘅心得咧，對佢哋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支援。我想邀請你聽首歌，聽下我想表達些什麼。有一出嘅戲啊，叫做《Children of Star》。咁咧喺嗰出戲裏邊咧，其實係講緊一個自閉症嘅兒童喺佢嘅成長嘅過程裏邊咧，經歷嘅一啲無助啦、孤單啦，或者被排斥。咁咧就佢面對嘅困難。咁所以喺自從嗰出戲以後咧，其實喺華人嘅社會咧，叫一啲叫星星的孩子咧，其實就係講緊一班自閉症嘅兒童。因為佢哋嘅行為好怪啦，佢唔係好識同人相處啦，可能有啲怪叫啦，或者有啲好重複性嘅行為啦，好固執啊，呢等等一切嘅行為咧，係會令到佢嘅朋輩咧係唔願意做佢朋友嘅，會排斥佢啦，甚至最惡劣嘅係會俾人哋去欺凌啦。咁我估喺呢一度即係對社會嚟講都係一個沉重嘅負擔，因為如果長期嘅欺凌，其實對佢嚟講嘅心智都唔會係一個好嘅發展。由個人、家庭走向社會，透過認識彼此嘅需要同困難，往往係消除偏見、促進社會共融嘅第一步。面對一啲困難，佢哋好想做好，但奈何佢個能力未必好輕易做到。咁所以我好希望我仲有能力嘅時候陪佢哋行呢一條路。